閻羅王眾讚歎品第八。爾時鐵圍山內有無量鬼王與閻羅天子俱詣都利，來到佛所。所謂惡毒鬼王、多惡鬼王、大憎鬼王、白虎鬼王、血虎鬼王、赤虎鬼王、散殃鬼王、飛身鬼王、電光鬼王、狼牙鬼王、千眼鬼王、담瘦鬼王、負石鬼王、主號鬼王、主禍鬼王、主食鬼王、主財鬼王、主畜鬼王、主禽鬼王、主獸鬼王、主味鬼王、主產鬼王、主命鬼王、主疾鬼王、主險鬼王、三目鬼王、四目鬼王、五目鬼王、奇利失王、大奇利失王、奇利叉王、大奇利叉王、阿羅吒王、大阿羅吒王，如是等大鬼王，各與百千諸小鬼王，盡居閻浮提，各有所執，各有所主。是諸鬼王與閻羅天子，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薩摩訶薩力，俱詣都利，在一面立。爾時閻羅天子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今者與諸鬼王，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薩摩訶薩力，方得詣此都利大會，亦是我等獲善利故。我今有小兒事，敢問世尊，唯願世尊慈悲宣說。佛告閻羅天子：知汝所問，吾為汝說。是時閻羅天子瞻禮世尊及回視地藏菩薩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觀地藏菩薩在六道中百千方便，而度罪苦眾生，不辭疲倦。是大菩薩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事，言諸眾生獲脫罪報，未久之間又墮惡道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薩既有如是不可思議神力，云何眾生而不依止善道，永取解脫？唯願世尊為我解說。佛告閻羅天子：南閻浮提眾生，其性剛強，難調難伏。是大菩薩於百千劫，頭頭救拔，如是眾生，早令解脫。是罪報人，乃至墮大惡趣。菩薩以方便力，拔出根本業緣，而顯悟宿世之時，自是閻浮眾生結惡習重，旋出旋入，勞施菩薩久經劫數，而作度脫。譬如有人迷失本家，誤入險道，其險道中多諸夜叉及虎狼獅子、猿蛇蝮蠍，
如是迷人，在險道中，須臾之間，即遭諸毒。有一知識，多解大術，善禁是毒，乃及夜叉、諸惡毒等。忽逢迷人，欲進險道，而與之言：撮哉男子，為何是故而入此路？有何異術能制諸毒？是迷路人，忽聞是語，方知險道，即便退步，求出此路。是善知識，提携接手，引出險道，免諸惡毒，至於好道，令得安樂。而與之言：撮哉迷人，自今以後，勿理是道。此路入者，卒難得出，復損性命。是迷路人，亦生感重。臨別之時，知識又言：若見親知及諸路人，若男若女，言於此路，多諸惡毒，喪失性命，無令是眾自取其死。是故地藏菩薩具大慈悲，救拔罪苦眾生，生人天中，令受妙樂。是諸罪眾知業道苦，脫得出離，永不再歷。如迷路人誤入險道，遇善知識，引接令出，永不復入。逢見他人，復勸莫入，自然因是迷故，得解脫境，更不復入。若再理由上迷誤，不覺舊曾所落險道，或致失命，如墮惡趣。地藏菩薩方便力故，使令解脫，生人天中。旋又再入，若業結重，永處地獄，無解脫時。爾時惡毒鬼王合掌恭敬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諸鬼王，其數無量，在閻浮提，或利益人，或損害人，各各不同。然是業報，使我眷屬遊行世界，多惡少善，個人家庭，或城邑聚落，莊園房舍，或有男子女人，修無法善事，乃至園一幡一蓋，小香小花，供養佛像及菩薩像，或轉讀專經，燒香供養一句一偈。我等鬼王敬禮是人，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，斥諸小鬼，各有大力及土地分，便令衛護，不令惡事、橫事、惡病、橫病，乃至不如意事，近於此舍等處。何況入門？佛讚鬼王善哉善哉，汝等及汝閻羅能如是擁護善男女等。吾亦告梵王帝釋，令衛護汝。說是語時，會中有一鬼王，名曰主命。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本業緣主閻浮人命，生時死時，我皆主之。在我本願甚欲利益，自是眾生不會我意，致令生死俱不得安。何以故？
是閻浮提人初生之時，不問男女，或欲生時，但作善事，增益舍宅，自令土地無量歡喜，擁護子母，得大安樂，利益眷屬。或以生下慎勿殺害，取諸鮮味，供給產母及廣聚眷屬，飲酒食肉，歌樂弦管，能令子母不得安樂。何以故？是產難時，有無數惡鬼及魍魎精魅，欲食腥血。是我早令舍宅土地靈耆，呵護子母，使令安樂，而得利益。如是之人，見安樂故，便合切腹，踏諸土地，翻為殺害，聚集眷屬。以是之故，犯殃自受，子母俱損。又閻浮提臨命終人，不問善惡。我欲令是命終之人不落惡道，何況自修善根，增我力故。是閻浮提行善之人，臨命終時，亦有百千惡道鬼神，或變作父母，乃至諸眷屬，引接亡人，令落惡道。何況本造惡者？世尊，如是閻浮提男子女人，臨命終時，神色昏昧，不辨善惡，乃至眼耳更無見聞。是諸眷屬，當須設大供養，轉讀專經，念佛菩薩名號。如是善緣，能令亡者離諸惡道，諸魔鬼神悉皆退散。世尊，一切眾生臨命終時，若得聞一佛名、一菩薩名，或大乘經典一句一偈，我觀如是輩人，除五無間殺害之罪，小小惡業，合墮惡趣者，尋即解脫。佛告主命鬼王，與大慈故，能發如是大願，於生死中護諸眾生。若未來世中有男子女人，至生死時，汝莫退是願，總令解脫，永得安樂。鬼王白佛言：願不有慮，我不是形，念念擁護閻浮眾生，生時死時俱得安樂。但願諸眾生於生死時，信受我語，無不解脫，獲大利益。爾時佛告地藏菩薩：是大鬼王主命者，已曾經百千生作大鬼王，於生死中擁護眾生，是大士慈悲願故。現大鬼身，實非鬼也。卻後過170劫，當得成佛，號曰無上如來。劫名安樂，世界名淨住。其佛壽命不可計劫。地藏是大鬼王，其事如是，不可思議。所度天人，亦不可限量。